先生，到此日中多有变，请先生帮忙带上。哎呀，那边好大的院子，不知是什么所在，也不得我谁洗。先生听旨，怎么样？先生，那边是去不得的，却是为何？这里是咱一个崔相国的夫人和英英小姐。崔相国家眷为何不知本意，前来包杀妻子？先生有所不知，只因相国去世，夫人与小姐无了灵柩，为准不令援军路上不行，故而丧事居居失踪啊！哦，原来是此啊！哦，夫人平日是将援军，什么人都不能进去的。张先生，请。红娘，小姐开了酒门。哎呀，太夫女眷来了，遇到了多有不便。哦，喂，来，读吧，哎，读。哎呀，小姐快来嘿！听得哩哩应声缓缓转，梦幻结我你送了你远。小师傅，这位可是英英小姐？哦，这位正是蔡家英英小姐。那新娘之女？哦，那是小姐生前的子女红娘啊。张先生，我4日就要回来了，请先生帮忙带上。小师傅先一步，小生随后便到。不是先生留来。哎呀，了啊！你曾一起乘风年，彩天下天叮叮叮，有你还休新年殿，樱桃开在恰开颜，结果了知小人缘是谁来？才还风情，公子本人经过了万千，是这么美人儿
吃吧。他
了，请先生放上带上。好，请。萧师傅慢走。哦，原来是红娘子，有什么事吗？奉了老夫人之命，当天在即，不知长老可在房上？我师傅正在房上，是谁又让萧师傅领路？好啊，我只要陪这位先生去见长老呢。张先生，请。既然这位小娘子当天在即，小生同去不便，就请先行一步。啊，是少辈，红娘子，随我来。是时候英英小姐的侍女红娘寂寞，我便是何老东门。小生有句话，官司吗？言此世间不可乱发，一只生儿也能难拔。小生心将领公是君人，本怀昔人之年方23岁，怎样却得知日结生，并不能我也不是说你岁，要你的生辰八字何用啊？这问小娘子，你家小姐她可常出来走走嘛？出来便怎么样？夫人见草林冰上，自家年纪较一方。三转三出童子辈，路道不管是中道。先生几回听我的，我老许本官堂。红娘子，地理分言是不虚，我是认真公把理你忘，宋金须的不乱讲。宋金还堂堂的分，不当门的就不要负分，你要是负分啊，陪老夫身份子你何必讲？真是个书呆子。听说怕三头长，一天才烧麦肩上，小姐呀，你心中杀气老玄郎，你不该领去回来王，今生啥不和你做平流连，难道我前世少了团圆相杀去相为王，有小姐郎才女貌真相当，
红娘啊，你不作美，我便不把小姐想。红娘啊，你可知这相思的罪最难偿？准备茶叶万声，长须短叹，我千遍到真水长。不能向和尚借得生死一劫，这晚也好再见野女小姐一面。不就是这个主意，不就是这个主意哟！进来，相公，我到处找你都没有找人，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啊？进来，天上头上为爹妈，我却因你好。想搬到哪里？搬到庙堂，在哪里？自在心想。我与见听福聪所言，11年小姐每晚必到花园烧香，且惜今夜若把风气，他杀来时，我定能开高十分清楚。
见儿仔细聆听。小姐，他这告是什么？可以老相公做好事啊！小姐，我想去一件好笑的事来了。什么好笑的事？先生，老夫人命我去当天再祭的时候，碰见老三在出门口女祭的那个秀才，他着红娘伸手，小娘子不是英英小姐身边的红娘子吗？小生心脏命宫是君贼，本官虽不生是年方23岁，3月17日只是前手，并不曾娶妻。哎呀，谁要你去问他嘞？谁问他嘞？他忘婚是小姐名字是上出来追嘛，被红娘好好的抢不了一顿。啊，红娘，你不抢了他也罢。我不抢不打，不知道还要说些什么疯话呢？啊，红娘，你告诉老夫人没有？红娘我不曾告诉老夫人啊。这是小子不对老夫人说也罢。红娘理会的。啊，小姐你快，越到中天，我们再摆一摆香吧。唉。一回不言伤心事，情为深深一叹中。呀，小姐为何如此赞叹？仔细想来，小姐之谈必有所讲，我不免也有光花一位的高明女性，宽他是否？月山永永花影细层，四红翎袄盘。
先生，天色已明，你给魏王谢谢，老身也要别过了。怎么天亮了？要
小侄子他。什么了？俺的家母亲，现在本是太平之际，现在可是孤身长女，事情这是个良事。等等，他又告诫供上一个，他是他那也未可知啊！母亲，我姑爷一起在此，而如何知？所有所能，黑掉才定定。而今哟，与那英雄。
去还是人等，你才能贴得上兵的，老心主子，心愿到底长你，必这样小你一马为妻，人长你，你真生灵还是同等听众，至今才有人能害得这病。老夫人做主，轮刀陪壮烈，将英英小姐与他为妻，与他为妻。先生有太平之计，方才听长老当众晓谕夫人之意，小生与何日生着同在患难之中，果愿写太平之计，最近牺牲仁义，刚才与长老说过，有些能贴得这病的，并将小女莹莹与他为妻。夫人言出如山，小生你不用事，此事当请宽心。长老先生，此事太低，还得接从长老。这个长老不必惊慌，去到中位之上，小女出人，就是夫人也道，小心小我在身，讨偿功德为满。所以将军只怕与君不利，请将人马暂退一箭之地，30之后功德圆满，小姐完了结果，方能送与将军。哎呀呀呀，这3个字后应当是夫人不必着急。小生有一股有心的明确，号称把马将军，统领10万大军，征水不关。小生与他有不败之交，一封死去就定不到啊！夫人，这是把马将军写来，夫人一个生心腹，夫人但请放心。多谢先生，礼大有礼。先生，休书来。是啦。早已修好了，是此刻我报你出将之头。姑娘，快陪小姐为王安息去吧。是啊，小姐但请宽心，为王歇歇去吧。小姐把恐他不成，也真难为他了。好了好了，夫人，那是并孤让太君一箭之题了。多谢先生。
老夫人等着你，快来吧。红娘子，红娘子，今日老夫人生气，可万一别地客人嘛？哎呀，张先生。我的衣冠穿得起真是。张金銮
今以后，你俩是同胞兄妹，一般情谊。这小事情赶紧配定你。只见他，我聆听哎，声声句，只见他不恨不痛低头诉。真是过几世老母母，今生成妹妹悲苦苦，今儿的心儿苦，我乱口儿难倾吐。长存在夜幕，枪摆着眼睛做什么？姑娘，真起来！儿郎，上夜与你姑姑把盏。儿郎，快上夜与你姑姑把盏呀！这牛眼睛不，他起了这好子，刮走了内裤。请张先生莫以此悲，小生两着姑娘将不在啦。啥不是你兄长相聚，哪有儿的问你？今日必须要敬你姑姑一杯了情哎，贫酸困苦难长久啊！母亲啊，你害了人民快乐姑娘，你替小姐还敬一杯。放在石鼓，小生两着。小姐，怎么闹正声得了？而今晚闹半夜哭，他的是就是两真内务，我有心想把中堂夫。旁边说，张生啊，你无
定是日。小生醉了，高抬结满不顾。夫人更谢，小生有句话，管什么？先生请讲。先生，孙飞虎为了是冤，边陲长城，夫人正身，不能何生。能推出兵地，就将英英小姐与他为妻，是有这句话吗？有啊，当此之事，又是谁天生而成？张先生是谁写下书信，请来把马将军推下这边？先生与我名字怎能细想过人生？夫人请旨，家兵结位。既是小生所做，夫人你给今生协议，将英英小姐许小生，我要回兄妹相称呐。张先生，小女终身细想过人生，才与许了老身的礼则成恩。先生他与书报来，实际是修道，他是来自叫老身无意为对哟。夫人原来是这个之意，请问夫人，要是把马将军不来，沈飞虎公算无力，请问小姐又是何德配与领着成恨？张先生，此今我心愿都已金马相随，有些是灵品高门，尚未两比。夫人，当时小生天生而成，岂会推你的贤才而来？你太小了！张不，告诉张先生，不必是张先生，我既为之亲，所以张先生也是心想所愿，以便行动报答红娘。嘿。张先生醉了，快送张先生心想所愿歇息去吧。是。明日必有华生。张先生，你少喝一杯不就好吗？哎呀，红娘子呀，我喝什么酒嘞？小生只见小姐之恨，非情忘财，谁搞不得别人却瞒不过你？写上那封书信，本不知道这是你家夫人担当一片太君，金口玉言，轻许婚姻。红娘子呀，怎么引领我二人听亲，两郎书把上手，上得天下有定，我天不杀不听见的呀！如今你家夫人忽然变卦，这叫小生心惊惊恐，更无别路。我在这里红娘子跟前，心中死了说什么话？夫人有言在先，如今反悔了。我是先生听了生气，虽是红娘听了，也是为先生过脾气。红娘子，你既有不明之意，何以教我啊？少年女生，今日之事都是夫人做主，小姐未必一半心思。也罢，待红娘相过反儿，是你小姐一同行事。杀得红娘子是此，小生三喜不啊！哎呀，张先生。情啊情，小生与你无害相随，
今夜这场大功建在你的身上了。将外尚无声息，想必小姐还不曾来呢。唉，幼儿啊幼儿，你快在小手路上不为朝夕擦泪吗？臣在伤心神春节，两小同意事听见。石先生也掌声压定，他在思想月下当今，我与小姐到花园烧香。怎么，我进的花园，他晚没来呀？等我唤他一声。啊，小姐快来！嘿。给我带起气来。莫非是他？阿红娘，阿红娘，你听，这是什么香啊？哎呀，红娘听不出来，小姐你是谁呀？
他不曾高啊，把风雨弄，他恰是儿女的在小长征，他是一穷还比穷，不知为搅乱子龙谁自用，他穷一中一同，分明是把老费过西东，官话一穷官长也，自因其故私心红情，云彩多一中。将外事有生息，定是小姐，待我再私谈一圈。唉，昔日司马相识，正办一圈，明月逢酒啊！小生奇观似曾相识，只是小姐没有，这难句又是何比得上你呀？如今也将此却淡了。小女子真吓了我一跳。小姐不用害怕，红娘是为你做啥的呀？哎呀，万岁！啊，红娘，
时久了，回房去吧。啊，小姐，张三要醉了，你知道吗？都醉。啊，红娘，这是真的吗？是是真的啦！啊，红娘，你快去对他说，叫他对自己听。谁不要这些，红娘即刻就去。回房去吧。是。小姐呀，小姐，你多年你可不好嘛！哎呀，红娘姐呀，你今日你小声为我不好嘛！张先生，红娘姐，红娘姐呀，小姐她言来听清，讲了些什么？哎呀，张先生。十几天，哎呀呀呀！小姐她竟有接连之心啊！红娘姐，我这里有个尖条，快让红娘姐记小姐，这可不办。要是小姐她一下子变了脸色，红娘，这是谁的言语？谁叫你去哪来的？你这个小女子，竟管这样无言！是人家不要告诉老夫人。帮我当个官司，小妾她绝不会是此，这是红娘姐我不可与小生带去。好，等小生多听些这门，正是红娘姐。不是看到你的这门是来的吗？正在家买龙家子，怎么把我红娘都伤死？我才是女儿家一子妻，难道是团团你才不谁大事？红娘姐呀，小生是错了，是错了。红娘姐，你啥事可怜我这个傻小子，舍不得关庭香把子。就依红娘姐，哎呀，红娘姐呀，你是可怜可怜我这个傻小子嘛！这边才是。哎呀，张先生，这上面是什么呀？红娘姐哟！先贤几句怀问句，后贤无言把情深。红娘姐呀，小生这个解题非同小可。哎呀，我的红娘姐呀，你要听我小生才有。官教发落这张子，免得你还相思。红娘姐，红娘姐，红娘姐呀！这样子先生再三交托给我，这是叫我怎样去教育小姐？哎呀，这。
人苏醒啊！夜来不成好在，身子困倦，难得苏醒。小姐，你如果定是夜上位，此时小姐苏醒，带红娘到寺下拿点心去。红娘啊，老夫人在做什么？老夫人在叫换郎读书呢。红娘，哎，这半天不见你的影儿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到西厢去了。哎呀，红娘，小姐随带红娘到寺下拿点心去。哎，我哪有什么心情苏醒哟？
要告诉老夫人去，我当下你的下官。姐妹，哎呀，小姐，哎呀，小姐，小姐叫我去看他，他才叫我带来的。小姐不叫我去看他，如果向他讨来嘛，就是红娘也不是事，知道他里面写些什么呀？好，小姐不用恼，带红娘到老夫人跟前，插嘴去。红娘，你到老夫人跟前插嘴哪一个啊？插嘴张生啊？啊，罢了，我是对着你玩的呀。被老夫人知道了，怕要不当上我的下官的嘞。老夫人怪你是因我替你说话，不妨事的。哟，小姐以为儿告诉老夫人当上我的下官些，以为儿倒也替我说话了。红娘，你近来说话越发不知轻重了，我都是叫小姐怒毒了。红娘，过去的事啊，是不必再去提他了。红娘，我还不曾问你，今早你到西厢去，那张生他到底怎么样了？哟，不是，哎呀，你快说呀！不是，哎呀，好姐姐，你快说呀！哎，小姐。那张生虽得真难看，可是大凡他同堂，你的这个样儿，你给亲妹太医他看看正语呀，你懂他生什么病嘞？他这是人也可把家计还，因此才最轻易放残。他要想性命的安全，势必小姐只可惧难。红娘，他这种胡言乱语，你下次休再向我来提。幸亏你的追问是叫别人听见，真什么话呢？小姐，你叫我去，我叫你去看他，这是兄妹之情，与有不一呀。哎呀，小姐，张生愿意和小弟兄妹嘛？要不是老夫人说了又拉，人家官这样讲，官这样想嘛。谁是我家亏不了他，他也不该是此。哎，罢了，等我3个见天去围着了他，也就是了。哎呀，小姐！哎呀，小姐，你这是写什么嘞？这样不要害了他吗？红娘，你不知道，我说不随心围着了他，以后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来呢。哎呀，小姐，你这是何苦啊哈？红娘，你去对他说，小姐叫你去看他，这是兄妹之情，叫他再也不要胡思乱想。以后这晚，定要告诉老夫人知道。红娘，就是连你我也脱不了关系。拿去？我不拿去，快拿去！我不去。你这小女子好没有分晓。哎呀，小姐！小姐！哎呀，小姐呀，小姐，你这个心哎，往哪里死？花
上还在等着我的为娃呢。朱红娘不是，只好到书房走走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事情怎么样了呀？哎，不要傻了，不知事了，不知事了，小姐恼了。小姐她怎么会恼呢？定是你红娘姐不肯用心哦。谁人不肯用心？哎呀，张先生，天在对上你，你那个线条儿写得好啊哈！只愿你先生明天，真是我红娘为满，少不愧小姐所相念，今朝先生就完了。从今儿相会少见面难，劝先生早行过去来人上。红娘姐，张先生，这个没生你就记住了。小姐还我委屈。红娘姐，哎呀，你不能走，你要是走了，还有谁替小生出气呀？张先生，我不要你们的事了。红娘姐，你不能走呀！红娘姐呀，你不能走啊！哎呀，红娘姐，你呀，你那个心片儿，小姐姐看那公子到我了，又往来甩我。红娘姐，你不能走啊！为了你恩情美满，先生儿你要退让。哎呀，红娘姐，你一定要替我想个法儿才是啊！小生这条性命接在红娘姐身上了。哎呀，红娘姐呀，你要救我的命啊！张先生，经过其他电话儿不收难，好叫我做一做人难。我这关于他方式是什么？小姐你为什么在此？那你仔细拿去看吧。红娘姐呀，小姐有书当初你红不招生，小生立改铭记，绝对不去请小姐失策。哎呀，张先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小姐恼怒都是假的，假的？你可知这书中之意，这书中之意啊！书中之意怎么样？书中让我今夜到花园相会。我此不信。信不信由你呀！啊，张先生，这上面是什么呀？啊，这上面呢，无言是事情，得要先想下，迎风无关开，大家欢迎他，你是我人来。哎呀，张先生，你不要演了，快讲我听吧。好，给我教你听。得要先想下，小姐让我约上便去。要是今夜没有人，哎呀，红娘姐，这乃是私意哟。迎风无关开，小姐在开门等我呢。开门，大家话一动，小姐要我跳过墙去，跳下。哎，于是我上来就是小生物来了哦。
样结，那红娘姐呀，你是个怎样结呢？哎呀，张先生，真果是这样结吗？小生乃是才4名的手家，这4句诗我为记错了嘛。好一个小姐，连你红娘都乱过了。几分钱算数的，乱过1年。好小姐新年儿怎样的做？看妻子进了这是没有。红娘姐呀，红娘姐呀，小生乃是读书之人，怎么能挑香呢？是我都不过，红娘姐，红娘姐，红娘姐呀！小姐呀，小姐，我看你今夜是还瞒得过我红娘啊！今晚之事，好不叫人高兴，好不叫人高兴哦。这是小姐叫我去挑枪，哎，小姐叫我挑枪，我是非挑不可，我非挑不可。
娘子呀，小姐她。张先生，我来问你，真果是小姐她要你来的吗？小生乃是才死你的手。放轻松一些，她在那边站着呢，快去吧。你不要从局门进去，她小姐疑心是我来带你的。小姐不是叫你跳伞吗？跳吧！红娘子，哎呀，跳吧，跳吧，跳吧！红娘子，红娘子。小姐啊，我中门来回都看过了，连一个绳子都没有。没有吗？哦。红娘子，我在家门口已经遇见过了。姑说红娘你吧，小姐，哎呀，上次红娘她要来的呀，你快走吧，你快走吧，哎呀，你快走吧，你快走吧，你快走吧，小姐，哎呀，小姐。你快点，我把它带了下去。花园里我有事，带红娘看看去。哎呀，烧在哪里呀？哎呀，烧在哪里呀？啊，小姐，我说花园里哪里我有事？原来是个少妇我无事。神难道还有神的说的吗？小姐，你也认识的呀？谁呀？张生啊！不管张生李生，快点我把他带了下去。带到哪里去？带到老夫人那里去。带到老夫人那里去，是不要坏了他的名声啊！小姐，带红娘来听此问吧。张生，过来，过来呀！跪下！哎呀，你跪下！张生，我来问你，是谁叫你跳过墙来？跳过墙来又做什么？哎呀，你说呀！哎呀，你说呀！哎呀，张生，小娘子问话莫话，要对你是举重让我。生生你才有海洋生，谁知你是当天来嘛？黑夜里藏进人家，不让你见叮当，你是来嘛？张生，你记得空手之术被他追过我这里，是谁叫你跳过墙来？跳过墙来又做什么？哎呀，你说呀！哎呀，你说呀！哎呀，娘啊！哎，你问他都讲些什么？还不如我把他带了下去。小姐，看在红娘份上，就少了他吧。看在你的份上，先生大人，早晚必报。此今几位兄妹是我有生之幸，若被老夫人知晓，先生无一是恶。尽管
也早，下次不可。起来呀！哎呀，他如果才是你的手家，事情总该死心塌地了吧？张生病中请了太医与他调治，想是他定是为了心意化缘之事与其人比。哎呀，张生啊，张生，你这样一个聪明人儿，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心思？其人抱得他最苦在心，也是在医院抱得难分，跟我看大路千丈一片心。悄悄去到水乡观望张生。我方兄妹之情去同比。小兵，我哪里去呀？王中好不门人，想出去有三有位。小心，我可以甚至碰着，想是未来不成好事，我去到
张生的病一方离来了，怎么看清谁人的病，这剩下一块吃了。红娘，明日去托望张先生，你去了没有？那你快去吧。哦，红娘，你对张先生说，叫他安心信仰。这一夜之费是由我家担的，先生我母女今日先去托望于他。是。去吧。哦，是。儿啊，女儿。啊，母亲。为娘谁教你？是。张先生在举国阖家性命，事情并在可中。我母女尚不承认于他，岂不被旁人带人？母亲说这件事，儿啊，为娘今日前来闷闷不乐，而有什么不快之事，何不得为娘言讲？母亲，女儿并无什么不快之事。哎，自从你弟弟去世，一家三口孤孤单单，积聚不多，也难怪女儿心中委屈。此际只怕你承认姑姑早日到来，一来可以敬我母女父力为尊，不离远距；那二来嘛，也可成了相国才死之缘。这正是一举两别，也了却为娘一桩心事。儿在想什么？女儿并未想什么。本该娘儿出去野散野散，怎能母女虽小聚上，可比不得当初。我儿一向孝顺，是作以积德为娘之意。母亲说的件事，看天色不早，为娘有为房送进去了。我儿早些安息吧。送过母亲，免送。哎，这真是事到心上走，爱里不就谁哦？
红娘，我孙子很愿意我随着我吧，我要谁去了？你在了什么日起来呀？傻丫头，谁下了门是让天亮再起来呀？那你怎么好去谁呀？你在了怎样发生那人？什么那人？好，那你去谁吧？哎呀，小姐，小姐，你这是何苦啊？你大公所生好造龙，把我红娘唱起红，你不该过为我红娘心一片，你不该几十三番龙神痛。啊，小姐呀，你是一为儿闹，一为儿愁，一为儿欢，一为儿空。那张生是一半儿相思，一半儿恨，一半儿痴迷，一半儿梦。你明了当君才，为什么尽管叫他一老空？小姐呀，你莫怕谁莫惊恐，我保管你风不吹草不动，全部飞身西风，凡事都以红娘在，怕什么西厢跟万松。哎呀，小姐，怕什么事？是了我红娘，你第二个生气他。啊，小姐，让红娘来替你梳洗梳洗吧。小姐，这样吧，你闭上了两只眼睛，你红娘送你去，你什么都不用管了。谁叫你开药房的？没法子了。走吧。
叫人为之不暇。倘若遇过好歹，无言面是红，下得来。这记者叫你追追做些什么政治？我没有看见姐姐做政治，但老是看见她烧香。哎，烧香你一件好事，为何这样讲话？母亲，你不知道哎，前天晚上母亲都在了，姐姐跟我娘回来回来你烧香，烧到半夜也没有回来你。你这话是真的？母亲，看见的嘛。快去唤我娘来。哎，为了这孩子的终身大事，天天叫人提心吊胆。要是真的做出什么事来，将万有什么意念去见相国与地下？国王万岁！老夫人唤我做什么？母亲知道你每天带姐姐到花园里去烧香，事情要问你。哎呀，莫非老夫人有什么心想之事？他是考问起我来，又叫我怎样回答？这红娘，哎呀，红娘啊，红娘，你且不要惊慌，进去见过再说。红娘对见老夫人。小先生，万不允我跪下。母亲，你怎么了？不用你管，去自家法来。老夫人，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跪呀？下去，红娘。哎。你自谁嘛？红娘不是谁？小姐是万事无谁，谁叫你也不再跟我小姐到花园里去了？哎呀，红娘不曾去，不曾去。红娘是有不光痴心，谁见老虎老姐我命你陪小姐迎接入睡，也叫你让她如影乱醉。不是我打死你这个小贼人！夫人不要伤了贵妃，红娘赦。你我这样。红娘那个你小姐。去问儿，那张信是写什么？他是夫人将门当作臣，
叫他儿子，我以后你领导是理所原谅，哪有这么许多以后啊？这没有万不夸生。难道罢了？不，哎呀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只怕罢也遇不得你老夫人，不罢也遇不得你老夫人哦！哈，
此次一定自居你。哎呀，老夫人，红娘愧惧了。小姐在替我起来讲。谢谢老夫人。哎呦，啊，老夫人，你红娘此举倒不是杀气小过神之美事，把小姐虚张身，不是我了吗？下头一打动我心坎，大家老身为要想应许了张君才，他把一赠与我家盼，我啥家张身送官去举办。小姐来，是。啊，小姐快来！啊，红娘，小姐，虽相思烦了，方才老夫人考虑了红娘本身，他那挂上来，只是得力的在红娘身上当做你。哎呀，红娘真太委屈你了。你什么都叫我说过去了啊！是叫老夫人还你，小姐，老夫人愿意把你许配张生了，快去吧。哎呀，红娘，啊，事到如今，我怎么好意思去见母亲呢？哎呀，小姐你又来了，是这样的更些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？见过母亲，你母亲我的儿啊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了，这都是我的孽障。我有冤上红娘，哎，去和那个金叔叔来，和哪个啊？哎呀，张生。张先生，快来！红娘姐，可是小姐还我啊！哟，我倒是心往好的上面想，告诉你，虽相思烦了，老夫人还你。要是忘空，你我做个事儿吧啊！是人罢了，做得不了，快来吧！哎呀，我怎么好意思去见老夫人呢？你看，现在挑上的担子有多大，使劲的担子有多小。告诉你吧，
老夫人要把小姐许配你了，叫你去见丧母娘去。真的？哎呀，谁哄你来？快来！见过老夫人。好一个龅牙小才！我好一缕技术细想，你就做出这种非礼之事，本当我数你道过。愚公说没了相国的家事，没奈我竟要把英英许你为妻。这下怎么什么？暗语一句，我家30不早把一女婿，明日你与我上京应试去，得过未来才与我儿成亲，尚不得过，你需要来见我母女。得过未来才与我儿成亲，尚不得过。要知道，我家30不早，把一女婿。长孙，你随我水中喝了这一杯吧。姑娘，吩咐逃出时候送张先生上马。我小子先委屈了，母亲。好，可天色不早，你们分别几句，不要误了他的眼睛。为娘在车上等你。
需要一层雨雾小溪呀，我这里请来有心凭虚记，你恰是金榜无名，死不亏呀！今我这言当君敬，得怪回来用了情，不得怪回来陪伴你。娘，去谢小姐真错。长子，你先上马。小姐，你先上车，你先上马。你先等车。小姐，老夫人请你等车。儿啊，这意思